MSIG iTravelGo 旅遊保險，無論任何原因取消行程都有得保。冇錯，預言地震好驚啊，唔想去可以 claim。自己失戀，朋友失戀冇心情唔想去可以 claim。Chris 新節目要留喺香港睇，唔想去都可以 claim。真係任何原因都 claim 得，好癲。癲得嚟覆蓋範圍仲要好大，熱門運動好似滑雪、潛水、熱氣球，連跑馬拉松都保。唔見電話電腦整爛電話電腦又保。班機 overbook 咗，又或者轉機轉船轉車 miss 咗依然保。仲有其他保障範圍同支援服務我講唔晒啦，你自己上官網睇啦。大家出嚟玩最緊要有 promo code， 用我專屬優惠碼投保 MSIG iTravelGo 單次旅遊保險，即刻有55折優惠。飛得多可以投保 iTravelGo 全年旅遊保險，輸入同一個優惠碼有65折優惠。依家用我個優惠碼投保，仲送額外 MSIG Dollar 會員積分。會員喺網上投保任何 MSIG 保險產品，可以每港幣1蚊保費賺取1蚊 MSIG Dollar。積分可以喺 MSIG App 直接換里數同其他優惠券，又抵又保，有咩理由唔揀佢呢？旅行隨心，話高就高，快啲去 MSIG 網站投保啦！多謝。